宜兰县府公告要来开放伫咧东山河的水域游乐活动，有违设办水道的范围，避免甲水上活动训练、运动训练来冲突。另外，为着安全，有关是禁止耍水上奥多摆等这个活动，若是违反这个规定，县府是会当依法来开罚。 伫咧河边，县政府采告示牌，正式宣布东山河开放水域游戏活动。不过，为了要避免甲水上运动训练冲突，伫咧武岩排水门甲水上运动训练中心之间的训练河段，离正花10公尺范围内围设慢水道，会当伫遮活动，其他所在袂使。 从五渊的排水门到水上运动训练中心这一段水域，限制水域游憩活动只能在距右岸10公尺范围内来进行。公告也规定，为了安全，全年拢禁止出水帮加水上奥多摆等活动。开放范围的五股排水加平行排水，禁止对遐过加操作烟花的水门，加抽水站等弄电水利设施。东山河5个放调水门前后100公尺，加每一条划入东山河排水口范围50公尺内禁止相关活动。所人可以从事活动的业者，就要甲县府申请。 争取真久，怎么总算有好结果？负责选手培训的四大水上活动委员会对公告的内容有分区规划，讲安尼是正好。能够穿越这一段，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件好事啊。那希望公旅处在宣导以及这个告知这个告知牌这个地方能够多加努力。 不过，若耍的时阵违反相关规定，县府会当依照水域游憩活动管理办法加发展观光条例，罚1万以上5万以下罚款。若无申请就带人去从事水域相关活动，会当罚5万到20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